好多香港人一世勞碌，返工捱 OT， 做生意遇樽頸，屋企是非不斷，求財財唔來，求人難成事。明明做人做事冇虧心，手腳勤快，待人厚道，偏偏運氣好似被一層濕氣罩住，做10件事8件預咗，少少波折都可以放大成大劫。日日覺得身心沉重，眉眼無光，做事提唔起勁。其實唔係你命局不好，亦唔係你唔夠努力，單純係你自身體內元氣耗空，宅內氣場淤塞，個人福氣氣場太薄，抵擋唔住街頭雜氣，小人晦氣，流年煞氣侵擾。易經有云：天地有浩然之氣，人居於天地之間，自身氣虧就要向外借氣補運。呢個唔係迷信，係流傳嶺南幾百年，契合香港近海濕地格局嘅氣場規律。我岑日飛研習義理風水幾十年，走遍港九新界離島所有聚氣龍脈位，見過無數運滯之人，冇改名，冇擺風水陣，冇花大錢買開運飾物，只係定期去固定4處本土地點正確借氣。短短1、2個月，小人遠離，財路打開，家人少病痛，人事變得順遂，求職談生意，解決官非糾紛，全部事半功倍，乜事都掂。今日唔寒暄，唔講空泛命理，直接拆解專屬香港人，零門檻、零反噬，人人可去嘅4處借氣福地，每一處對應寶，唔同晦氣旺唔同運勢，講清每一處龍脈底蘊，最佳前往時間，標準借氣手法，絕對不能碰嘅禁忌。同時拆解好多街坊去錯時間做錯動作，反而引殺上身嘅踩坑個案，全程一氣呵成，靠語氣節奏推進，唔分點，唔設小標題，由氣場原理到4處福地逐個深挖。再講普通人借氣常犯大忌，體質適配區別，借氣之後居家配合心法。聽完即刻可以照做，從此掃除周身滯氣，流年行大運，事事順風順水。首先要講透底層邏輯，點解香港人特別需要外出借氣？香港四面環海，地狹人稠，高樓密集夾雜，路面地氣被地鐵大廈切斷，都市雜氣、怨氣、壓屋之氣極重，日日搭地鐵、擠天橋、商場返工、屋邨聚居，長期吸入濁氣，會慢慢打散自身正氣。打工一族日日面對上司壓力、同事是非，做生意嘅日日面對同行競爭、客源流失，主婦日日面對屋企瑣碎、親人摩擦，長期處於耗氣狀態，眼皮沉重，面色發灰，印堂發暗，講說話冇底氣，遇事容易慌張退縮。呢啲全部係氣虛運滯嘅外在表現。嶺南風水從來唔主張普通人閉門養氣，居家單位面積細，窗戶對流，通風不足，屋內氣只會內循環，只會越養越鬱。唯有去天地聚氣、神明鎮煞、龍脈紮根嘅福地，先可以外接浩然清氣，替換自身濁氣。易經官卦講天行健，君子借天氣以自強；坤卦講地勢坤，凡人借地氣以後福。借氣唔係求神明施捨福氣，係調頻共振，將自身低迷頻率對接福地高頻正氣，打通自身氣脈，疏通人際財運貴人3大通道。而且我篩選嘅4處地方，全部唔係深山偏遠之地，全港交通直達，唔需要擇大吉日，唔需要準備貴重供品，平民百姓、打工仔、小商戶、家庭主婦都可以隨時前往，分別對應鎮小人除晦氣、旺財運開人緣、補元氣、穩健康、化官非解阻滯，4大功效，4處互補，常去輪流借氣，自然五氣調和，萬事無阻。第一處全港最通用，零反噬，適合所有運滯之人入門借氣之地，九龍黃大仙祠。呢一點唔係民間隨口吹捧，係息息沿數百年風水定局。黃大仙祠坐近向坤，背連獅子山龍脈，前攬九龍半島水氣，
屬於九龍區極少數陽氣壓殺、陰陽平衡嘅神明聚氣位，不同於街市旁細型土地廟雜氣混雜。黃大仙祠經常年香火鎮場，有道家法陣護場，俗氣唔入，正氣不散，專門幫香港人清走周身小人氣、是非氣、流年晦氣。90%香港人運氣差，唔係缺財，係生前是非小人。返工被同事穿小鞋，做生意被同行抹黑，屋企被親戚搬弄是非，網上被陌生人惡意針對，出行容易遇交通阻滯，辦事容易遇人為刁難。呢啲全部係身帶陰俗是非氣，最適合來黃大仙祠借清煞正氣。好多街坊誤以為來黃大仙只可以求簽祈福，其實大部分人來嘅方式完全錯晒，白白走一趟，吸唔到任何福氣，反而因為姿態慌亂、心態浮躁，吸入廟門口往來善信嘅雜氣，運氣更差。我教大家專屬借氣標準做法，揀晴天上午7點至11點呢個時段，廟內神陽最盛，香火清純，避開傍晚。雨天、節日、人流擠迫時段，入廟門第一步，唔好急住拜殿，唔好亂摸神像，唔好隨意拍廟內牆壁地板，雙腳平放，立足正殿門口3寸位置，閉眼深呼吸9次，呼氣時心入面默念濁氣歸地，清氣上身，將近日所有委屈、是非、焦慮、霉運，隨住呼氣排出體外。吸氣時感受殿內香火，暖氣從百會穴灌入全身，停留3分鐘，完成氣場對接之後，直行大殿上香。上香唔可以求大富大貴，心願要簡單直白，只求自身是非遠離，氣脈通暢，行事無阻。最後一定要轉動殿外同風車，順時針轉3圈，風車轉滯氣，呢個係黃大仙滯氣最後一步。打散殘留體內瘀氣，好多人轉風車逆時針，反而轉來阻滯煞氣，呢個禁忌一定要記牢。同時體質陰寒、夜間容易發惡夢嘅人，來黃大仙借氣最為合適。每10日來一次，堅持1個月，明顯感覺眉眼打開，心態放平，身邊刻意針對自己嘅小人自動遠離，辦事減少人為阻礙。我早前認識一位觀塘文職女仔，連續1年被部門同事聯合排擠，升職次次落空，投訴無門。每星期3早上來黃大仙正確借氣，28日之後刻意針對佢嘅同事調崗離開，上司重新看到佢工作能力，順利晉級。呢個唔係僥倖，係清氣入體，自身磁場變強，小人自然無法近身。另外提醒大家，黃大仙祠門口兩側石獅，千祈唔好伸手撫摸。石獅陣煞大剛烈煞氣，普通人隨意觸碰會沖散自身溫和福氣。呢個係最多街坊踩嘅借氣大坑，承接黃大仙除晦鎮小人嘅功效。第2處專門借財氣旺貴人，打通正財偏財通道。上環文武廟、港島中環、上環一帶係香港開埠以來百年財運龍脈核心，而文武廟恰恰坐落龍脈結穴點，左攬維港活水財氣，右接半山貴人地氣，供奉文昌帝君、關聖帝君，一文一武雙神，不同於其他廟宇單一氣場。文武廟雙氣共生，文氣旺，人緣利溝通、利談判、利職場晉升；武氣鎮破財，穩財富，抵擋破財小人。專門解救香港人常見嘅賺到錢留唔住、有客源冇利潤、談合作臨門一腳失敗、求人辦事無貴人相助嘅財運困局。好多人疑惑，點解自己好努力，日日加班開鋪手足全日，收入始終平平，存唔落錢？唔係你賺錢能力不足，係你無貴人托底，財氣到身邊就被截走。文武廟係全港最溫和嘅聚財借氣福地，唔招投機橫財，只揾正財，吸引貴人，適合打工一族、實體小店東、地盤技工、自由職業者，所有靠雙手穩定賺錢之人。
前往借氣黃金時間為每個月農曆初一、15下午2點至4點，午後陽氣下沉，財氣落地，最易給付。入廟借氣心法同黃大仙完全不同，黃大仙係排俗氣，文武廟係立財氣。入廟之後唔好急住四處遊走，站立武聖關公神像前方，放鬆雙肩，雙手自然下垂，想像維港海面金光水流，從掌心湧入身體，沉落丹田財富位置，靜立5分鐘，切忌心浮氣躁、胡思亂想。唔好一入廟就盤算如何發大財，貪念太重，財氣反而不入。上香時心願，聚焦穩收入，遇貴人，合作順利即可。另外，文武廟牆上掛滿百年平安籤、功名牌匾，係歷代商賈文人累積落嘅貴人福氣磁場。借氣之後可以緩步環繞大殿，慢行一圈，承接前人旺運磁場，大大提升自身機遇。我接觸過一位旺角服裝小店老闆，疫情之後鋪位客流稀少，租金壓力極大，每個月農曆15必去上環文武廟借財氣，不足2個月遇見舊客，大批量訂製團體工服，穩定全年收入。仲有銀行經理主動上門給予鋪位經營低息貸款，解決資金周轉難題，妥妥遇貴人解困。同時講清禁忌，來文武廟借氣之人，當日衣着一定要整潔，唔好穿拖鞋、背心、破爛衣物入廟，衣衫散漫，自身氣場低賤，承接唔到高級貴人財氣。呢條規矩一定要遵守。前面2處一除晦，一聚財，解決外在人事錢財阻滯。第3處極為關鍵，專門借天地原生地氣，補自身先天後天元氣，揾合家宅運、健康運、情緒運。淺水灣觀音院背靠赤柱山，穩重山龍，面朝維港，外洋活水，標準風水，背山面，水藏氣格局。而且淺水灣海岸灣迎內收，屬於香港少數內灣聚氣海位，海風帶來嘅濕氣經山氣過濾，化成養人潤體清氣，完全唔同於尖沙咀、銅鑼灣海邊集煞海氣。全港海邊眾多，但9成海邊地氣飄散，風煞過重，普通人久坐海邊，頭痛體虛，睡眠變差。唯有淺水灣觀音院一帶，山海氣平衡，再加觀音大士鎮場，慈悲柔氣滿溢，專門補耗損元氣。現代香港人最大運氣殺手，從來唔係小人，係內耗，長期失眠，脾氣反覆，夫妻爭吵，親子對立，體質虛弱，容易小病不斷，元氣一空，所有財運貴運全部留不住。就算偶爾發一筆小財，都會因為身體病痛、屋企是非破財消耗。所以想長遠順風順水，必先補元氣穩根基。淺水灣觀音院借氣唔需要上香，唔需要備供品，係4處福地入面最輕鬆、最養人嘅一處。最佳借氣時間為每逢滿月、傍晚、日落時分，夕陽落海，山海交氣，天地元氣最濃。做法極簡單，揀觀音院海邊石級平整位置，靜坐面向大海，腰背挺直，唔好駝背縮肩，駝背會阻斷氣脈。放空思緒，唔回想工作煩惱、屋企矛盾，任由海邊遊氣撫平五臟燥氣，靜坐15分鐘即可。好多街坊海邊久坐頭暈，係揀錯彎位，面向直衝大海風口。淺水灣內灣避風，完全唔會引風煞入體。特別係更年期女士、高血壓長者、長期捱夜打工族、情緒抑鬱之人，一定要常來呢度借氣，調整體內陰陽。我早前有位元朗家庭主婦，日日照顧老友、打理家務，長期肝鬱氣滯，夫妻日日拗撬，周身亞健康睇醫生唔見好轉。每星期傍晚帶一杯溫開水去淺水灣靜坐借氣，1個半月之後，心氣平和，唔容易動怒，屋企爭吵大幅減少，睡眠質量徹底改善，身體自帶安定氣場。
屋企整體家運都隨之興旺。呢處借氣唯一禁忌，靜坐時唔好隨意丟垃圾入海，唔好雙腳踩踏海水礁石，冒犯山海地靈，會折損自身福緣。只需安分靜坐，靜心納氣，就足夠補足一身虧空元氣。最後第四處，專門化解官非阻滯、大事關卡、流年刑沖、出行阻滯，幫人闖過人生難關。沙田車公古廟，車公古廟坐落沙田河谷藏風之地，數百年鎮守新界全域風水，主打化煞解關、逢凶化吉、掃除人生卡點。好多人一階段內連續出事，駕車遇抄牌，做生意遇稅務核查，簽合同遇糾紛，家人遇手術關，求學考試臨場失常，計劃好嘅事次次半路叫停。呢啲通通屬於流年關煞纏身，普通借氣福地作用有限，必須來車公古廟借破關旺氣。車公將軍自古鎮逆鎮煞，化解人間關隘。廟內巨型銅風車係全港最強破關風水器物，不同黃大仙小型風車，車公古廟大風車勝在河谷龍氣，轉動即可打散纏身關煞阻滯氣。專門幫香港人打通死局，從逆境轉順境。好多人運滯唔係長期霉運，係短期卡關，卡住財路，卡住人事，卡住發展機會。去到車公古廟借氣破關，最快3日就有轉機，最佳前往時間。每逢節氣交替，當日上午24節氣陰陽換氣，此時來借氣，可提前化解節氣帶來嘅流年煞氣。入廟借氣，核心動作先淨手潔面，再走到正殿大風車前方，雙手輕扶風車木架，心平氣和順時針，緩緩轉動6圈，6為順數，6轉通關。轉動時心入面講清自己當下卡點，例如生意資金卡滯、官非待解、身體病痛關口。轉完風車之後，站立殿內左側龍氣位靜立4分鐘，承接鎮煞正氣，切忌心急快速亂轉風車。轉風車越快，氣場越亂，反而加重阻滯。近年東張西望都報道過，好多惹上輕微官非、交通違規頻發嘅市民，專程來車公古廟轉風車借氣，之後極少再遇麻煩。亦有創業失敗、谷底翻身嘅老闆，定期來此破關借氣，重新撮合作，扭轉經營頹勢。同時重點提醒，車公古廟煞氣化解力極強，懷孕3個月內、孕婦、體重過輕、陰氣極重之人，盡量少入正殿，可以廟外廣場納氣即可，避免剛烈鎮煞之氣衝擊自身弱氣場。呢個人群適配禁忌，千祈唔好忽視。自此，4處香港本土頂級借氣福地完整講透，分工清晰互補。黃大仙祠10日一去，除小人清是非，掃日常晦氣。上環文武廟月頭月中必去，旺正財招貴人，穩庫存積蓄。淺水灣觀音院滿月常去，補元氣和家宅，平情緒內耗。沙田車公古廟節氣必去，破關卡化官非，轉逆境為順境。4處輪流借氣，形成外清濁內補元，聚財貴破阻滯嘅完整氣場閉環，完全契合香港近海高樓都市嘅氣場調養規律。唔使花錢，唔使擺家居風水，唔使佩戴開運飾物，純靠外接天地神明龍氣，調整個人磁場，自然做事有人幫，求財有路數，居家少是非，出行無險阻，日日順風順水，事事皆可拿捏。好多街坊會問，點解同去一個地方，有人借氣靈驗，有人去幾次毫無感覺？其實借氣從來唔係地點決定一切，心態、行為、後日守氣比借氣本身更加重要。我做命理風水幾十年，總結出3大借氣必守氣規則。去一次福地借氣，要7日守住福氣，否則剛借入體內清氣，1日之內就會自行流失，一切白費。第一守氣，借氣當日及隔日
唔好同人激烈爭吵，唔好口出惡言，唔好背後講人是非，惡言出口，口業散福，直接打散體內，身入清氣。第二守氣，借氣之後夜晚唔好深夜流連酒吧、街市宵夜、橋底天橋底呢啲地方濁氣厚重，會附體覆蓋腹地清氣，打回原形。第三守氣，借氣之後唔好驕傲浮躁，借氣係助力，唔係不勞而獲。天地福氣只助勤快厚道之人，從不助懶惰貪心之人。好多人借完氣就坐等天降財富，唔肯踏實做事，福氣自然快速退散。永遠記住，福地借氣係給你開路，給你機遇，給你好心境，最終成事。依然要靠自身品行與勤快。氣助有心人，從不助無心之人。再拆解大家常見嘅借氣誤區，避免白白耗費時間復原。第一誤區，多人結伴成群，喧嘩借氣，三五好友大吵大鬧入廟，海邊嬉笑打鬧，心雜氣亂，天地清氣，分辨唔到個人磁場，無法對接。借氣一定要獨往靜往，沉默心誠，效果翻倍。第二誤區，帶住功利貪念借氣，一入福地就求發橫財，求競爭打敗對手，求報復得罪自己嘅人。惡念一出，正氣遠離，殺氣近身，反而招惹禍端。所有借氣心願，只能求順遂、求平安、求化解，不可求傷人，求投機暴富。第三誤區，雨天深夜農曆晦日隨意借氣。晦日月光無光，陰氣最盛，雨天天地氣混濁，深夜福地收氣休眠。此時前往吸納全部陰濁之氣，運氣只會越借越差，嚴重會失眠驚夢，小病纏身。第四誤區，借氣之後隨意買路邊平價香火，隨意撿廟門口掉落飾物，廟門口別人丟棄香火福牌，承載他人霉運，隨手檢取，直接接手別人晦氣。呢個係全港最多街坊踩嘅致命大坑，已經有好多人本來運氣平穩，撿走廟門吉祥飾物之後，連續破財遇災，後悔莫及。再結合易經陰陽大道，講深一層。為什麼呢？四處地方效果遠超香港其他海邊廟宇。易經講：氣聚則人興，氣散則人衰。真正可借之氣，必須滿足三個條件：有龍脈扎根，有正向磁場，有長年善念積澱。黃大仙、文武廟、觀音院、車公古廟，全部歷經100年以上，善信祈福，累積萬千正向念力，屬於人工加持，加天地龍脈雙重聚氣。普通郊野山頭新開小型廟宇，只有地氣，無萬千善念護持，氣場不穩，普通人無法駕馭，反而容易吸雜氣。同時我要講明，借氣唔係改命，係改運。改命需要積德行善，長年累月，改運隨時可做，適合當下運滯、卡關、迷惘、內耗嘅香港普通人。60歲長者借氣穩健康、安晚年、少病痛。30-40歲中年人借氣穩事業、護財富、和家庭。20幾歲年輕人借氣遇貴人、開眼界、少走彎路，全年齡段通用，無五行命格排斥，無生肖相沖禁忌，唯一區別只係前往頻率。五行偏木火，體質燥熱之人多去淺水灣。文武廟五行偏金水，體質陰寒之人多去黃大仙、車公古廟，對補自身五行，借氣效果事半功倍。我岑日飛行走港九新界，延二數十年，見過太多普通人嘅運氣逆轉，唔係靠風水擺陣，唔係靠佩戴貴重晶石，就係規律性去呢四處福地靜心借氣，慢慢改變自身磁場。好多人覺得運氣虛無縹緲，其實你每日嘅面色、人緣、機遇、做事順咗，全部係自身氣場外化。你氣場乾淨強大，身邊遇到嘅全係好人好事，辦事處處有人讓路。你氣場污濁虛弱，隨便一個路人、一件小事，
都可以變成絆腳石。香港生活節奏快，生存壓力大，人人都會有氣好空、運走低嘅階段。唔好自我否定，唔好覺得自己一世勞碌無運。天地從來公平，好氣必有補氣之處。上天留呢4處本土福地，就係專門庇護本地厚道百姓，無門檻、無歧視。只要你心誠守禮、靜心納氣，就能外接福氣，轉滯為順。最後再幫大家簡化一遍可直接照做嘅借氣時間表，方便所有街坊記牢執行。每10日上午任意1日，黃大仙祠靜心排俗除小人。每月農曆初1、15下午，上環文武廟立貴人揾財運。每個滿月傍晚，淺水灣觀音院靜坐保元氣和家宅。24節氣當日上午，沙田車公古廟轉風車破關化是非，限時輪流往來，不貪急求快，不生惡念，守住口德、心德、行為德，福地借來清氣，才能長留體內。日積月累，自身福氣厚重，小人自然遠走，財路自然敞開，家人平安和睦，大事小事皆有人相助，一生順風順水，一世萬事都掂。養氣借氣，終究係善待自己，厚待福運。香港一地有福，懂得借力天地福氣之人，永遠優先脫離霉運，行穩一生。